感谢优惠，咱继续关心小克风台扫来台湾，东部是头一个受影响的所在。花莲台东透风落雨，台铁的南皮线、东部干线今日拢停驶，台北线中环公路已经有警性的封路，部分山区的民众嘛有进行有警性的停止。风台的中心已经登陆，也那台南早暗是透强风，嘛有线道路树，而且阁有楼仔厝的态度落下落来。港府人员列车倒去路树，台南市南门路初一暗时发生路树倒去，小片风台要来入暝了后，风雨豆豆增强，陆续传出路树倒去的灾情。因为风势正大，就算无落雨，富前路二段甲台地街口太路煞一直落来，亲像落雨同款。是从下午风很大的那时候，差不多2点多吧，就开始慢慢在掉2次。啊，刚才是掉5点的时候掉一次最大颗，就在那边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。觉得会不会很危险？当然很危险。警方有封锁线，佮用淡薄固定，因为车路有一半拢是大大细细土石甲泰路，边都是当地有名的老旧鬼楼。那风台一来，到外边泰路落落去，民众发现了，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。大影愈来愈悬，台东海滨公园烟花拢有大风影，绿岛南树也明显感受风雨。这是间歇性的一个阵风，那雨也是一样。上受影响的东部，台铁为初市中道过后陆续停驶，南回线甲东部干线，公路局也宣布，台北线中环公路关园到太鲁沟路段，初市暗时8点开始只出不进，暗时10点开始全面有警性封路。离岛南市暗时已经出现大风大雨，甚至部分景就无停电。当地观测站测到平均风速16级，瞬间上大阵风17级以上，拍破台湾有史以来上强阵风纪录。全台有超过4万户捌停电，大部分已经恢复，不过也有7000多户也无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